其實我一直都唔想再用中文補習老師呢個詞嚟形容自己，因為我發現我每日喺課堂做嘅嘢已經遠遠超出咗香港一般補習老師會做嘅範圍。我想講一個昨日真實發生嘅課堂現場。昨日補習一坐低，我就見到學生個樣好唔對勁，唔係攰，係沉。我問佢發生咩事，佢話一件好糟糕嘅事。我冇即刻追問，我只係慢慢再問一句咩事，具體係乜？佢先講佢手機唔見咗，但你知唔知最關鍵係乜？佢連部手機點樣唔見都講唔清楚，所以我冇即刻上堂，我先同佢一齊把件事講清楚。我問細節、時間、位置，慢慢拼反整件事，然後我先發現另一件事，佢用嘅手機我完全唔識，唔係 Apple， 唔係 Samsung， 唔係 Sony。我第一反應好簡單，我直接用 ChatGPT 影相問呢部係乜手機？如果學生手機唔見，可以做啲乜補救？ChatGPT 話可以嘗試透過 Google 賬戶鎖機。我就問學生你電話號碼係乜？佢答唔出。嗰一刻我先意識到呢個學生唔係唔聰明，係從來冇人教佢點樣理解自己嘅數碼身份。我用我自己手機打俾佢，發現個電話關咗機，但我再做第二步，我 WhatsApp 佢，信息發得出。我再問 ChatGPT， 佢話如果 WhatsApp 仲未登出，即係部機未被人解鎖。嗰一刻個學生先第一次坐得定，但好快我就發現佢最驚嘅唔係手機唔見，係點同媽媽交代。佢好驚，覺得媽媽會打死佢，所以我又再一次用 ChatGPT， 唔係問技術，而係問如果你係一個小朋友，應該點樣向家長交代一件出錯嘅事？我陪佢一齊整理，先講發生咩事，再講自己點處理過，最後講而家嘅狀況。之後我再問佢一句，你而家係咪仍然需要一部手機？佢話係。我先教佢一樣好重要嘅嘢，需要可以講，但唔可以用威脅方式講。跟住第二個學生就話我都想換手機，佢用緊 iPhone 13，想爸爸買16。我冇拒絕，我只係話好，我哋一齊問 ChatGPT， 但唔係問點樣拗，而係問爸爸關心乜，點樣站喺佢角度講，點樣唔用情緒勒索。我仲同佢講一句，你唔好再講，你唔買我就點點點。你以前試過冇用。睇返成件事，我係中文補習老師，但我其實教緊嘅係點樣處理突發現實問題，點樣用語言承擔後果，點樣同世界溝通，而唔係威脅世界。呢啲學校冇教。我而家越嚟越肯定一樣嘢，孩子真正缺嘅唔係答案，係處理問題嘅能力。而 AI 如果用得啱，唔係偷懶工具，係一面陪孩子思考嘅鏡。